SSRC 300 member，现在装好了的 electric two-way speaker， 两边呢就是全部。然后那个 woofer 我帮你放在这里 ，OK， 看不到的，平平的。那 woofer 的 switch， 它的 volume 开大小。现在我们听音乐一下。我得到沒有，沒法解釋得失錯漏。剛剛聽到，望到便更改，不知哪裏追究。一生何求？從判決放棄與擁有。夢內每點繽紛，一消散那可收？一生何求？迷惘裏永遠看不透，沒料到我所失的，竟然是我的所有。